北爷，一个小姑娘拦不住啊，一群废物！是小姐的老师带了一群冲进来，我们拦不住。一个老师而已，你们都是纸糊的啊！我天天花大把钱养你们，我养一群饭桶是不是？我把钱扔猪圈里都没养你们强。失掉学兵。出了问题不要给我解释啊！有本事你给我解决！小学兵又见面了。哟，这不是福源哥吗？不在外面跑路，来这儿干嘛？看病。小学兵，你要看清现在的状况。魏家的事儿不是你管得了，玩人、玩钱、玩势力、玩权力，都不是我们的对手。我说你怎么敢回来？原来是被人领养。良禽择木而栖，看不清形势的人是你。我靠，就你还良心啊？我看就是个土肥鸡吧。叶小白，说话是要考扣。阿修，福源哥说的我好怕呀。就你们这么几个人，我叶小白想留想走想说什么，拦得了我？让我试试。爸爸，你怎么样啊？严不严重？娘娘，别怕，爸爸没事。哦，小丹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让你在家等着吗？这么晚了，一个女孩多不安全啊！贝总说的对，当然不安全。哟，廖老师啊，那可真是多谢你了。不客气，小意思。那既然你们都来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大哥这一病啊，还有很多事情要等着安排呢啊。让他走吧。爸，二叔他……那大哥您好好休息。人呢，都会做错事，走错路。啊，这是廖老师吧？我常听丹丹提起你，没想到啊，在这种情况下咱们见面了。贝先生，为了您和贝小丹的安全，有些事情应该提早做打算比较好。今天这个事儿啊，出得太突然，给老二打了个措手不及。你放心，我会有安排的。廖老师，我有个请求，希望你能答应。您说。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了这个叫廖学兵的呀。飞车党老大，改行当老师，这种事儿我都能碰见。贝爷，要不我找人剁了他。做了，做什么做呀？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盯着我们？你长点脑子行不行？你把他一做，我分分钟被人调查。